電燈泡嚟㗎呢個。係啊，傳説中嘅電燈泡啊！出面賣緊27萬 yen， 互撩喎，13,500，咁你今日咩價位啊？俾大家睇下中唔中意先啦。係啦，睇下中唔中意先咯。我有 coupon 啦，好收到你泳兒，我驚大家唔識用，因為再講多次啦，我哋今日可以用呢一個咧連結付款，大家可以用 Visa、Master， 大家亦都可以用呢個信用卡、支付寶。咁大家中意用咩 payment 都可以嘅，咁記得輸入埋個9折優惠碼，咁你成張單就會有9折㗎啦。46 cm 鏈長，今日中意嘅話，幫肥肥打個 TT 加1。TT 加1。哇！呢個如果用9折抵喎，因為你價錢越貴嘅話，折扣越大㗎。中意嘅話 TT 加1 T 記嘅海南寶 T 記海南寶，仲要係 K 金嚟喎，咁多位，即係你今日講緊嘅係買18K 白金配 T 記嘅海南寶，再配埋個大全套俾你。上身效果好靚啦，但係今日可惜冇女士喺度。如果有嘅話 ，TT 加1 TT 加1，有人中意嘅 TT 加1啊！呢一個就係佢係金定係咩啊咁？18K 白金，18K 嘅白金係啦，18K 嘅呢一個 K 白金，再配咗一個咧電燈泡嘅一個海南寶 Aquamarine 啊 ，OK 係啦，大家可以睇睇先呢一個，因為哇半價喎呢度差唔多，係啊。半價喎呢一個白金嘅呢一個海南寶頸鏈啊 ，zoom 近啲可唔可以？可以。你話佢隻海南寶係咪去到極致藍？我夠膽講，佢唔係嘅，因為 T 記咧對於珠寶啊，佢有獨特嘅審美嘅，包括今季迪麗熱巴幫佢拍咗段啦，係咪好靚啦？呢一個我哋叫做學七爺話齋輕車少少嘅。即係當你唔係襯一啲好隆重嘅晚裝，普通嘅我哋簡簡單單嘅一件白色恤衫已經搞掂㗎啦。呢、個我自己感覺嘅少少藍啲咁多啊，但係攞個垂吊嘅我哋叫做小燈泡效果，非常之有 T 記嘅特色。好平喎！呢條平嘅，呢條抵買嘅。喂，講真，你而家係買緊3大珠寶級別嘅品牌喎。而家出邊啊，OK 做緊而家出邊係13,500蚊，即係接近呢一個 close 14,000蚊。你呢個半價再做咗折。係嗱，有人Jenny TT 加1，有冇人有興趣呢一個肥肥嘅精選啊？呢一條 T 記嘅白金頸鏈，18K 白金，係18K 白金。佢仲要可以俾你校嗰個垂吊嘅效果嘅，有個珠仔 ，OK？ 嗱，有圖有真相，一模一樣嘅 T 記 ，OK？ 而家落嘟賣緊27萬 yen， 對翻個0點你當預計啲啊，0.05啊，好唔好？金重有差唔多接近3克，2.8克，2.8克。嗱，有興趣嘅請你 hello Shirley，OK？ 有興趣嘅幫肥肥打個呢一個TT 加1 ，TT 加1，係啦 ，TT 加1，聽下個價錢啦，好冇？因為我都有啲嚇親嘅，係咪？我聽完你講之後，我都有啲嚇親嘅。呢個係主理人咧，佢本身話聽日有個直播主留俾佢㗎。咁我哋率先嚟到啦。係咪真㗎？我真係唔係好相信呢個價錢。我有啲唔係好相信呢個價錢，真係。當佢照開。但係最緊要真係有人有興趣先啦。有人有興趣先。佢呢個係可以喐㗎喎，喂。你攞出嚟示範俾大家睇啦！我驚帶落我個身度細，唔使帶你咁樣，可能 close up 啊。TT 加1 Melanie， 多謝你。Melanie 我都記得你都會中意下一啲咧比較 summer 少少嘅呢個顏色啊。OK， 咁啊呢一個咧係一個淺藍色嘅一個海南寶天然石嚟嘅，配咗佢呢一個水泡鏈。OK， 咁呢一度咧亦都可以係咪可以？呢度係啦，可以調節翻，係啦，可以調節翻嗰個長短。咁呢條鏈咧，2.8克嘅呢個金重，2.8克嘅金重，18K 白金，係啦，18K 嘅白金，18K 嘅白金。咁呢一條鏈咧講緊咧係呢一個6100 6100蚊。而家呢一條鏈咧係賣緊13,500蚊，13,500蚊市價。你而家係6100蚊啦，6100蚊嘅 Melanie 你仲可以9折。9折咗之後係5490咋，可唔可以幫我寫6100啊？如果中意嘅話，幫我打6100 Melanie， 跟住之後呢一個可以9折咗之後係5490，佢呢一個咧係閒置品嚟㗎。
肥肥，呢條頸會唔會太多嘢？幫我買咁啲橋好啦睇，你幫我買一樣咧，我就少一樣，我得翻2條咋。係跟晒全套原盒，咁啊係啊頭先啊肥肥都俾咗你睇啦，OK，係啦，中意嘅6100呢個唔算話好中古嘅咋，咁多位，因為你見到佢個盒咧，佢見到個外包裝咧，而家咧你入到去都係呢個盒，呢俾埋個個價錢皮盒你。靚到爆啦！你金而家都接咗3600蚊啦，佔咗3600蚊，你買埋佢粒海南寶啦，你原盒買埋啦，OK， 恭喜你 Melody！多謝張小姐，俾你 cap 個靚頭，好冇？1、2、3、4、5，原盒啊，係原盒，我懷疑你，我驚我幫你豬啊！包翻先。我驚豬你係俾成個俾佢。扭教啊！哇，不得了啊！Amazing 嘅，好，跟住之後啦，到我，咁啊，我到我突然間我幫，喂，冇人欣賞我呢個簽花工藝喎，呢個你要欣賞一個意大利嘅超級工藝喎。好，咁我俾多條嚇親你嘅價錢嘅心心頸鏈，好冇？T 記嘅心心頸鏈，我都出一條 T 記嘅呢一個 classic 嘅心心頸鏈，心心派仔，心心派仔。咁啊，跟住之後咧就係圈圈鏈嚟嘅。如果中意呢一個，幫我打心心加4，心心加4。如果中意呢條嘅話，幫我打心心加4啊，好冇？我今日準備咗好多產品啊！我今日準備咗好多產品，肥肥都準備咗好多產品，咁我哋一人咁樣講一件咧，我覺得大家會舒服啲。咁啊，如果中意我呢一個產品，請你幫我打心心加4，心心加4，好冇？心心加4，同埋有條頂級嘅琥珀啊！呢條漸變色好咧。嗱，不過我唔可以一次過 show 咁多產品㗎，係啦。咁我一次過一件咁樣，我哋一人一件咁樣。我嘅最愛呢貓眼石，貓眼石、澳寶啦，都係係咩？招財㗎，招財，心心加4係咪？好耐冇見過貓眼石。呢條已經係要13,400蚊 N 量，但係我哋今日呢個價錢絕對唔需要 ，OK？係啦，呢一個好抵，可唔可以 show 一 show 呢條心心鏈先？係啦，我哋貼一貼先，貼一貼先。